你跟你爸说你谈对象了，看他啥反应？我爸肯定打我的。你打一个试试嘛。喂，爸。哦。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啥事儿？你说。就是我处对象了。你说啥？我处对象了。他是干啥的呀？哪儿的呀？什么工作呀？他对你好？爸，你别问了，跟查户口似的。我不问哪能行啊？我得知道他人品啥样。爸不傻跟你谈对象，那又没啥。最起码他得对你好。爸不图他钱，只要他真心对你就行。还有啊，如果他要是欺负你了，你可得给爸说。你这小棉袄爸都养20来年了，要是在别人那受了委屈，爸心里肯定接受不了，根本接受不了。